变那看这，变看这物件，你公司就是看这个嘛。但是讲起来，你无我当面嘛，我爱使给，这叫做公司嘛。但是到尾啊是安怎你到尾啊互我理解？哦，这公司到尾有个人无？有呢，这公司到尾有开始的无？有呢，这公司到尾有拍的无？有呢，嘛是这代志呢。所以啊，所以今日伊要徛伫真正重要的地点。所以今日咱拄则讲结识中道，中道就是讲不在左右，不在左也不在右，所以来讲到最后才能够释放这些如来。所以你要讲如是中，这个如是，这个如是内底当中，无实、无实甲无虚，按怎条意思？实在又在空中，空在中，这个实无有一个实，无有一个空，无有一个空，无有一个实，这个叫做有，这个叫做空。所以这句话就当中来讲，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菩提听好哦。有是中，这个有是中就是讲叫做如来发心。这个发心的内底当中，无有一个实，甲无一个空。安尼讲听，讲实在空中，空在实中，我想说一个比喻，感谢物件，内底人感谢吃，对不对？安尼变成一个感谢课呢，叫做有。你感谢课，若讲感谢吃基础幼出来，纯感谢课，安尼叫做空有。所以因为伊这感谢内底当中感谢吃，水啊感谢吃。感谢食内底当中感谢好，这感谢差哪会恶呢？感谢哪出名呢？这感谢内底当中，你若感谢一寡教出来像感谢更加差的，安尼敢会恶会恶啦所以叫做两面，叫做时空之眼。虽然是主情公司的等于叫做空有不动。所以因为你毋通讲，即个都甲分开四无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咱讲听这个叫一切法啦另外这个叫一切法，这个叫一切法，这个叫做佛法。咱讲听这个叫做一切法啦，这个叫做佛法啦。四个一切法皆是佛法，就是这个道理。咱讲听。好，我再说一个比喻。色、受、想、行、识，这种叫有，我都讲这个有，这个叫做空。这叫做空。这个呢，这个八心，安尼可以说。这个呢，这个主性，主性心理空。很空啦你今日写一下，是不是空有不及？是。你今日写只空有不及呢？你到后一道啥呢？无你，咱去看你的殡仪馆咧你当一个死人伊还是惊当一个有名？你惊当这个把死命？你讲当主性，因为当主性呢，主性造出来呢，伊的因缘已经算，主性已经造出来呢，伊变成一个空啊。伊变成一个空啊呢？伊变咱心人，伊变咱心人，空有不是咱心这人嘛？所以咱今日这个八心的内底当中有一个主性，主性有坏无？叫做无坏嘛。无坏叫做空嘛。因为今日你是安怎无坏？因为伊个是无限嘛。要怎个看？对你的目睭咧念嘛，对你耳孔咧听嘛，对你的嘴咧讲嘛。迄种经过着你的自性中讲出来，经过你自性中再看嘛，迄叫做哪？迄叫做啥物件？咱听，神经过的物件嘛，神经过你的目睭，目睭会看嘛。神啊，经过你的耳孔，耳孔会听嘛。神啊，经过你的手就叮当嘛。神啊，经过你思怀，你思怀拢叮当，拢会拢叫做活化嘛，对不对？活化。
所以咱手当伊爱挖袂，会挖袂，会嘛？脚当伊会挖袂，哦，啊头当伊会挖袂，头当伊就挖啦。因为你心肝里迄个所在叫站当伊，迄实在运作有影，啊袂挖，所以你会咱就做。但是你手就是啦，咱今日讲毋是讲即个肉体无为自身有肉体，肉体有为自身，咱今日手就是即个心理的问题。因为咱这个心理无法，但是无法物件它是严重，是安怎讲？伊就倒落来底。哦，啊，咱就是因为修道，就是要恢复咱本来的固有，咱本来的自性，光明磊落。但是咱叫迷信，咱今日努力是努力一点。如果今日咱若看伊表象咧修道，像我今日去到的时阵啊，到山顶，咱到山顶迎起来啦。为煮牛肉啦，啊为煮猪肉啦，好啊，大家哦，啊好为做一骹啦，安就对了。啊，一个就带我过来，我们真用对啦，咱讲迄个无啥物事这个，伊就讲一个故事了后听啊，讲伊是甲去北韩啦，北韩人毋知嘛，咱去北韩咯，啊北韩讲牛肉，我人牛肉通我上好料理对啦，安尼啦，啊伊他们就买上去啊，哪去吼？但先去毋敢食牛肉，讲牛肉过边啊，食牛肉汤啊，我毋食几顿尔，就开始食牛肉，意思讲啊，先食迄无多啦，啊，着身体保养较好啦，就讲遐物件，啊，所以咱学校嘛无方便去甲对吧？毋对，因为讲，因为你对即款人讲，着参着对面咧换钱，你甲讲伊含怎烧钱，所以咱学校烧钱嘛，无法毋对啦，毋对，啊，所以呢，咱人。重心就是学这个，学这知识因缘，学这声色，学这享受，学这色声香味，哦，而且物件去理念，理念才会听。所以咱跳出伫咱自性，家己这个无性无义，这个物件是空不离这个道理，咱无法度一切法的内底当中，咱免咱无念的物件。那安尼当中呢，咱若法度一切法叫做佛法。所以一切有这个佛法，那就一个解释。咱拄则咧讲，就是一个表象之意。咱即马讲表象的不动之意，是不动之意的不动之意。咱今日看着树啊，有佛法了无？咱今日看石头有佛法了无？咱今日看山河内底有佛法了无？所以咱讲山河内底皆有不动心。啊，若安尼甲看，山河内底嘛有佛法咯。哦，现在山河内底有法，所以过去毋是孔子的弟子啊，毋是啥物人讲经书的范啦吼。我讲，我迄富山嘛无法，迄个石头嘛无法，迄个心嘛无法。哦，有无？你若讲无，是安尼讲，佛法伫倒变的，我是伫即个心变，因为你只心我当观到诸法如义，诸法。这个无上嘛是一个诸法的内底，敢毋是？这个石头嘛是一个诸法内底，伊是不动义，啊，咱今日人是有动义。你今日伫不动义甲有动义内底当中，你有法度观到一心清净。所以咱讲诸法，哦，不动义就讲诸法在自性中，伫自性中去观一切诸法相。那所以无人讲即句话，哦，坐会长，啊，行会长，以莫动静之安然。这是所罗门讲的，所罗门讲的。伊讲啊，牺牲总是广长舌，三舍不会是净法身。这是所罗门讲的。牺牲啊，牺声、牺水的声，哦，伊那毋是去住伫山顶，啊，听着啊，听着迄水潺潺，然后像如来在讲大法心相，广长舌如来在讲大法一样，哦。三世无是净法身，伊透早爬起来，看到山色，参像哪？参像如来法身，参像这一切树木拢向你向他的微笑。所以伊即款的物件内底当中呢，一切法皆是佛法。咱想讲的，郁郁黄花不会许多人，青青翠翠只是如来。郁郁黄花，那个花一片黄花。一片的黄花，你看这片的黄花，哦，那花
那咱这个看，用着迄个啦，野心里面的，这个会年嘛。但是咱尝试咧看世界上，咱伊尝试咧看着这个灯火内底当中，咱看到啥物件？欲望化不是般若，所以说如人的智慧，般若。咱看到智慧，咱看到花啊，清清水的只有在，看到清清的水点，拢总是如来发现。所以这个是来讲，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你像那里讲，对吗？好，所以今日我甲你讲，甲你建议中意就是讲，所有如来所定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有时中无实无虚，所以来讲实无有法，头前即句讲实无有法，听好无？即句话后尾这个实无有法，不定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有无？后尾这句来咱讲。因为伊若讲实无有法，会得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可能大家去这边方面的，啊实无有法就无去啊，啊就是空啊，对不对？所以伊呐结识中道，因为伊嘛要落去有，啊嘛要落去空，这句话就得大家结集中道，就讲唔通无众生，而讲实无有法，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你得去这边有，啊去这边空，所以咱讲有时中。如来所定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如来伫咧这个无上正定正觉，有时中，这个有时中要注意吼，这有时中是咱自性，讲咱自性，有时中无实无虚，而自性点内底当中，无有一个实，啊无一个虚，安尼啦吼，一切法皆是佛法，因为是咱有足侪分别，拢总是咱这个心，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所产生出来物件吼。所以这个当中现在在讲所以咧，因为佛都继续都继续讲，所言一切法就一切法，是名一切法，这句话啦要注意因为如来咧讲的这物件佛咧讲这物件，拢总是咧讲着啦，因为你会知金刚经。拢总是咧讲如来发心讲咱自性叫发心。所言者一切法，注意这句话咱我咧用这句话，甲咱这句话引申个，因为咱讲咱有言者证明一切法乃是佛法，因内底当中呢，因为佛陀咧用一切法来讲，所以所言我咧讲一切法。这归一切法是名一切法，安尼讲听无？这句叫做三谛道学造出来所以无咱听一切法，跟着因缘所成的一切法，所以你像这段话有内底这个三联句三联语就是咧讲讲三谛道学意思要说一切法，包括生命拢有凡夫凡夫。凡夫法也有，圣命法也有，包括一切法，因为伊拢是凡夫内面的物件所转换为实，因为有了圣人法，伊才会当成佛的心啦，上求得到下化众生，到这个讲到这个所在啦，一切法拢有了这个菩提法内底当中，怎样无所定呢？伊就是讲一切法。该是所以今仔讲，这个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内底当中，拢总是因缘生发的物件。所以一切法，包括一切表象法、包象佛法，拢总叫做一切法。一切诸事因缘叫做一切诸天。那离咱的这个什么人的说三。同时来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的原理这个宇宙。诸法无常，因为一切诸法拢总是因缘所生发的物件，所以那有叫做常，有叫做常，有叫做常。常就是常的有成有物件，法就是佛法的意思。所以因为欲生诸常。
金刚经里第六欲心处相，你若心若处相，我定事相，我等事相，我等事相起来，欲处法相，我定事相起来，我定事相起来，对不对？可以讲欲处非法相，搁一个空相，我定事相起来。但是这种爱注意，这种包括你一切法在内底。所以今日讲到所言一切法，这种包括你内底。相，哦，欲心，若心取相，心出着一个相，心出着相，这个相叫做表象，就是表象。欲心出着这个表象，哦，我等事相。好，末定事情，我相、人相、众生相所合相，这叫做末定事情。你要记一句话，到阿罗汉，阿罗汉哦，这个我等事相，我等事相是一定要空掉。到菩萨，因这个呐，这个法相一定要空掉，这个法相一定要空掉。那不空掉，他不会没有办法在正道里什么，没有办法在正道里佛的进后。所以伊这个一切法，咱就是包括着了一切诸事因的法，一切诸法。所以欲心处相，欲处法相，法，咱讲叫你是叫做法相。哦，欲多观念法啦，哦，欲不观心法啦，哦，还是迄个舍因缘法啦，还四谛法啦，哦，还一切诸事因缘法啦，拢总是法。理法内底当中出一个相，出迄个相，或者解释就是执着法相，执的法相，执法相，执表象，执表象，所有的表象。而这两种内底当中拢包括啦，包括一切法。但是这个空相，这个物件，是这两种内底。因为拢空啊，对不对？伊若空啊，对不对？因为伊两空内底当中都有执着一个讲啊，我是空，所以伊走对这个来，走对这个空，我等事项，因为本来这个无对，但你若有执着着，你若够欢，你甲背着就好啊，唔通在执着摆顶。我讲发了，因为按含这就无代志，你若在执着摆顶，含这就无代志。咱讲意思，所以引接就是讲这物件，所以我讲这物件的话来讲，因为所有一切法，就一切法，是个别一切法。啊，一切法当中，就是咧讲因缘所生法，只若要甲讲起来，伊叫三义道体。莫说即是空，就是咧讲呐，即归一切法。什么叫做即归呢？因为咱有这法起来。咱就接啊，对不对？咱就接啊。啊，若接内底当中麻烦人无，所以伊有接就开始有物件。伊若咧讲叫因缘所生的体，你无抗拒。所以《金刚经》第三分就讲咧，说无地有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就是菩萨啦。这个就是菩萨，这个做注意哦。所以呢，讲一切法起来啊，一切法包括哪？包括欲心思想。欲处法相，这一切个，就是包括你一切所有诸事因缘内底当中，这种叫做法或者解释，就是安尼。但是因缘所生的即归一切法，就这个啥讲？你离法起来，你也在执着，你就不执着，不执着，讲起来较简单啦，讲起来挺好的。你一切法体不执着，有人是会讲，讲哪？心境，心境，法境，无心法境。这个心境、法境，两心到底无心法境。哦，所以呢，小的时候说，应无
所应。这无所应的意思，我真忍不了，这无所应就飙出来啊！这句话唔知咧解释。忍到一个无所应，无一个我咧忍叫做无所应哦。爱咁听无？你有一个讲，我得忍得好啊吼。即你有一个心忍，你有一个心忍哦，我一个法忍哦。哦，你按有一个忍就对哦，一定要达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讲，你伫忍的内底当中，你无有一个忍，安尼咁听意思？忍，智慧一切法，就是讲，我伫自私因缘内底当中，有人骂老巢，有人打老巢，或在我脸上，我当中完全伫我的心内底当中不起厌，我不起厌，我不生的嗔恨心，我嘛无感觉有人咧骂我，我嘛无感觉有人咧这物啊咧谈，我嘛无感觉讲我迄是我的敌，我。迄个已经，可小的已经，咱看到迄个呐，迄个当时的时阵啊，迄个人入仙人，咱过去个讲过故事，咱伫迄个西面讲过，因为马里奥邪恶的王，你甲十个手，又亲我无，你忍着先，我甲十倒手，倒什么走呢？又亲我无。无，我再来站倒骹，再来站正骹，四骹、五骹、五手拢要站得了，对不对？伊也讲伊无亲恩，所以呢，讲我就真正无亲恩，所以呢，现在雷公啦，天雷拍七个人，拍死着这个瓦力用邪恶的王，遮尔啊恶势，所以时阵啊，瓦力用惊死，要去跪咧甲引入仙人。左边忏悔，他意思下面讲我无怨人你，我嘛有亲你，讲真正啊，讲我跟你讲属实，我的两手的两脚马上就那个，当然恁听起来讲故事啦吼，但是当时迄个背景影响，讲真正了，伊讲毋是我无亲你，甚至我来世，若当成我得了条道理，我迄个。第14分就看得清楚，外国当中，二手二脚，倒转来，为了华人参，为了大家先忍着先人忏悔，忍着先人得着了的时阵啊，释迦牟尼佛即时去到高比丘山，去咧度迄个了定路，迄个当时的时阵啊，迄饥饿的王去转世，所以你唔知影，当了。要达到迄种呐，迄种无生法忍，要达到迄个念头，完全无起心动心，迄个不是安尼个简单。人你来找他，你来成就他，因为已经进入到，我的思想里面，空的思想里面，进入到完全化解开水都，才能去做法跟修想。你做法有天想买，从错改变变吼，已进入到一个意如。因为讲不难点，我听讲修火把蛇经就是，火把蛇呢，咱是为蛇，但即时咱修袂过，修到火把蛇去，修到30年，修到去身老命，修到后尾去世啊，见拄着就无成功，见拄着就去刻的，伊这是对，你就是有成功，所以啊，哇，迄讲，其实每项就是拢咧安那，咧个人分解释。所以咱不感受咱这是太难，所以智慧佛法，智慧一切法，一切法来电当中呢，我不执着，我不生心，我达到没有一个人无形环境，所以我懂来电当中，我即回教天一切拢一定来观空观啦，而且懂得一切的物件，四个名一切法。四个名一切法，四名佛说一切的真实相。到第三步，这步我就是讲，佛的真实相，你讲三步拢共义。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见山为山，见水为水，见山是山，见水水，这三句顶悬咧有甲下底有都来甲高相相吼。迄是顶悬咧不是天，顶悬咧不是地，甲下底不是天咯，我是两句话不是相吼。中文有诶是分空哦，迄叫做转折。中文有哦，中文有你转会过咧，你会当把污染转会清晰咧。那安尼到第三句迄句就叫做佛咧讲是真正诶实体物件，实实在在物件，是无名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就是真实，而一切法内底当中就是佛法，佛法的内底就是一切法。安尼讲挺有意思，已经达到阮一切诸法上，拢总是诸法的真实嘅内底。所以，咱讲我们听啊，伊也无感受，因为你若真正有法的意见吼，你动个念，你就马上证到。现在做不了，因为伊听着根本经验，他马上证到，这样厉害。当然，一些来世，伊地藏菩萨分世间嘛知，但是当中咱过去世界咧世界安怎修，我拄则讲，咱进500世160年，咱500世咱是安怎做？那个反正500世成就观，咱500世成就观，咱500世成就观，那个很好嘛。所以咱天天袂看这个，咱天天嘛讲话，是毋是呢？所以咱今日咱头发遐较好，咱地位遐较好。哦，咱会读到博士，我读到国土，是安怎查者？哦，咱毋是真正无行过呢，真正读册也无听话呢。我听我昨天我咧写论文吼，读硕士、博士，你毕业成本的迄条论文，迄毋是咧看过程上论文迄论文，迄论文你一个写你家己创造出来的。阮昨天我伊写200几页。哦，写出来袂使用抄人的是呢，你袂使我著看人论文，我讲你个查抄出来，伊抄出来，人电脑记录是做出来的，你抄人的物件是做出来的，是安过去咧二千安吼，无安抄，伊咧博士吼，抄人的论文了无，抄出来，那到还要学小姐，对不对？网络救传都快点，所以你爱知影，迄是你家己真正物件，你家己真正物件。但是咱今日你修学到内底当中，咱有咱真正家己真正物件无？这才是你家己的物件，毋是抄袭的呢。我而且讲这佛的物件呢，含我有关系呢，是毋是呢？我是照着要讲我互你尔呢。啊，我讲这个意见，哦，我老师的意见我后面做不来。哦，我老师的意见，我是唔是物件，所以咱头今日是照着佛讲的物件传授互你，伊是来甲讲。哦，咱真正差不多。啊，咱就是照着阮的这个论文，免啊，免学习，看咱后壁来，阮当写出一篇正水的论文出来无？哦，我无着，咱无着博士，无嘛着硕士，无着硕士，无啊着大学，无着大学嘛着专科，啊无着专科着叫哪？高中吼，高中来着哪？初中来着小学。啊，是要来啦，无合，我来是厉害咧。但作为反面咧，我少是讲文学啦，我少是讲伊意见，毋是讲文学。哦，诸佛妙理，非观文言。诸佛非观文言，所以你会知影。哦，一切法，就一切法，是名一切法。哦，即空即有，道理就是中道第一。讲到这个所在，得即理想，这个第一课讲了吼，我们修行功夫一定要理想，慢慢含好咱的理性。啊，一课讲到这个得即理想，哦，第二个讲到第二课了吼，就是讲得了吼，我报要理想吼，英文就是来讲得即理想，现在得即理想，一条认定分爱理想。一条认定或者受气嘛爱理想，安怎听？咱今日得到这物啊，元素一致，咱嘛爱理想。但是咱无理想，咱无同情天；咱无理想，咱无同明心；咱无理想，咱无找见性。
跟人讲的，咱无头成绩就趁着即阵树啊，伊拢伫咧培养，拢伫咧培养，拄着风险就去演着啊。哦，所以即点一定要了解，哦，即点要了解。所以咱安尼当中呢，中道第一，哦，但是后半段，即个个，咱个时阵啊，即个个后厝要讲的，就是讲叫做哪，讲叫做感得果报理想。伊后壁即段话就是讲，譬如心相，哦，心相。啊，即个心相就是当时苏摩地，我咧问苏摩地，譬如有人心理中大，我过去就讲过来，哦，我个相有32相，非常好。啊，即个相有心有力量相，啊，相有力量好，啊，好有力量重要。啊，即段当中就是讲啥物件？伊是即段，毋是咧讲马体之相。马体之相拢无段，即个相就是讲咱发心之相，甲你讲着。哦，所以呢，过去捌讲着，咱有哪叫做正报，啊，叫做义报。啊，即个譬如人生中大些个正报，哦，我们正报。啊，咱个正报有讲着哪？讲这个马体，讲这个心力。哦，咱个马体不得的心相，心的相有32相。当然，伊心有力量相有力量好，好有力量重要。但是伊即句的物件，哦，虽然伊照着了伊的心相，心，咱心的这个法相，哦，唯有心的这个法相，譬如有人心，哦，因为这个书名，迄个这个，比如说啊，这个苏米山的这个形象，伊咧讲这个，啊，苏米山咱知影是一个无量大，哦，是一个无量大的山，咱叫做哪？咱叫做妙高山嘛，吼，咱过去讲过。啊，心头会遐大的，其实伊用这个咱的心相，得着这条心得着正道的这个相，来比如这条妙高山安尼对。啊，所以呢，因为毋是咧甲比如这个马体的心，啊，咱要马体的心，拢总是有限吼，既然人拢有限，无迄个像迄个妙高山，无迄个像迄个山遐大啦吼。啊，所以如果若今日咱证着心性的清净，咱的心是充盈空个幸福感，是充。但是佛陀伊是照着迄个妙高山、须弥山来比喻安尼尔，啊，所以这是咧比喻咱迄个正法。啊，咱头前这段就讲到，头前顶完这段就是证明的当时的佛，伊是当然，嗱，第一个第八代菩萨，因为咱拄着这个认定，啊，佛来受记，啊，得着认定佛来受记了后，嘛袂使哪，嘛袂使直接说，哦，嘛袂使哦迟早，我今日有得着，哦，佛来得着这个，哦，这个受这个感悟，所以这段当中咱叫做得与受，对对，啊，所以咱我下底写就是叫做哪，哦，感得果报也要理想，这个果报。虽然有得到这个无量之相，但是嘛爱理想。啊，这个理想，这是什么人？这是当时佛陀所证到的物件，用着伊证到的物件来来比喻，来讲听意思。伊拢用着这个来比喻，就是讲伊行过来来比喻。才是我拄则咧讲，以前若讲毋通去到宝藏山的第4点点、第3点点，我甲你问啊，第4。两点有啥物件？第3点有啥物件？第2点有啥物件？第1点有啥物件？你拢知影？你学下人拢毋知影。是安怎？因为你都无爬去看着。但是你若爬去看着第1个2点，你就哦，这个是安尼，那叫做阿罗汉四个须陀洹。啊，若爬去第2个呢，看着哪？须陀洹。哦，那叫做正阿罗汉的义。啊，若爬到第3个呢？阿那。哦，即阿罗汉三个。啊，若爬去上到尾啊呢？证明阿罗汉的4个阿罗汉，安尼若安尼立体的当中呢，用安做比如，去到顶悬转落来，已经啊4个你咯，你唔免搞4个，因为我4个比较清楚。安尼讲，因为我有理证过啦，对不对？啊，你若证明1个，你讲你看第一个哪？第一个啊，2点，你讲讲到第2个、第4个、第3个，讲到第2个、第3个、第4个，那叫空谈。
你听无？咱外人来讲，你家己有你种，哦，你就是爬起一个念头，你种就一个念头，爬起两个念头，你种两个念头，爬起第三念头，你种，爬起到第四念头，那叫点空啦，吼。叫做种阿拉速度，用阿拉速度，比如啦，按哪要用这个佛的速度来讲，第一个叫做阿罗汉，第二个叫天智第三个叫菩萨，第四个叫做佛啦，吼。按那个证明，上顶来叫做佛。所以佛变到第四个，那叫叫三条线。我变到第三个，两惨。另外一个，都不写了。哦，够文静了吼。伊起来就在找文静，无起来就惨。一直在起来，了解了后，让变到第四个点，三角点那个结果也成了。反正就无变。到第三点就后面好了，一进就菩萨了，我进就不能。对不紧，对不紧。反正都理解就够啦，但是伊就控制，什么到底是好死人，习惯。开玩笑吼，所以今日咱讲这个物件吼，是少着佛，伊证着了，伊这个证着这个佛威，受着这个受记了后，伊爱回想，爱回想。所以今日开始9点30分，然后大家有个讲心得，然后因为这时阵，我让讲一些心得，然后所以咱有些人讲心得来。